不停成長啦，你會做到咯。但係你唔做嘅話咧，你就冇一個機會去挑戰下一關。最近咧，我就邀請啲學生嚟我屋企啦，互相彈琴俾大家聽，同埋我想分享啲嘢啦。咁但係咧，有啲學生咧就會覺得自己因為彈得未夠好，咁就唔想嚟啦。咁但係咧，其實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應用呢個道理係應用喺我哋彈琴同埋做所有嘢都係嘅，就係永遠都唔會完美嘅。永遠你做完一樣嘢咧，佢會 lead to more problems。但係咧，嗰啲問題係會越嚟越好咯。即係你諗下，你出世嘅時候你 deal with 咩問題啊？就係一啲點樣行路、點樣食嘢啫。咁當你做到之後咧，你就開始諗點樣讀書啦，點樣去通過小學嘅測驗啦。然後你又開始諗下一個問題係點樣入到一間好嘅中學啦，跟住點樣去面試去揾份好工啦，跟住打工打咗一排之後就係點樣可以脫離打工啦。然後當你脫離咗打工之後，就開始諗點樣可以賺多啲錢啦，再係如此類推。咁每一個問題都比上一個係大嘅喎，而且每一個比上一個都難嘅喎。咁但係隨住你 solve 完一個問題之後，你會環境迫使你成長咯，即係你會迫使自己去諗越嚟越多嘢。例如你個表演都會越嚟越難嘅，彈啲歌會越嚟越難咧，越嚟越少時間諗越嚟越多嘢。但係你喺做嘅過程就係會不停成長咯，你會做到咯。但係你唔做嘅話咧，你就冇一個機會去挑戰下一關咯，你就冇機會去先過第一關。例如你去表演俾人聽，第一關可能就係彈到成劈屎咁樣嘅，即係例如係我自己咯，我一開始彈俾人聽都係彈到成劈屎咁啊。咁但係你彈下之後，你第一次彈到成劈屎，咁你第二次唔會再想彈到成劈屎，咁你咪練好啲咯。跟住第二次表演嘅時候又發現啊，原來我唔應該諗呢樣嘢，我應該諗呢樣嘢，咁咪又好啲咯。就係做咩都係咁樣一步一步咁樣堆出嚟噶嘛，所以就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咯。成日都講嘅 problems are inevitable，problems are solvable，所以 just do it。